这件话真严重哦！宜兰县的生育津贴今年生一开一补助18000块，另外还有2000块产检的补助。也毋过哦，宜兰的民意代表认为这补助应该爱个增加。县政府嘛表示讲，明年开始哦，生一胎会补助2万块以上，产检的补助至少嘛会增加到3000块。宜兰县人口数已经连续3年不足45万人，而且出生数继续低过死亡人数，生育不如死。也毋过宜兰县的生育津贴甲外县市比偏低，而且第2梯、第3梯拢无补助，有民代建议，县政府爱个紧急提悬。这个部分也有可能会造成人口外流，因为其他县市的补助哦，有些不单只是生育津贴的补助比较高，像一般的育儿津贴也都相对比宜兰来的高。根据县员调查，各县市生育津贴，基隆发现一梯2万，台北台东4万，新北3万，不过宜兰县只有18000加2000产检补助，比上北州更加是东部地区上低。这样会不会造成大家不敢生小孩，或者是人口？对，我家媳妇就不想生小孩。应该大家育儿津贴要一样。那一样嘛，那哪有什么分地区的问题？民众也认为宜兰县育儿津贴真正伤低，这项政策应该各县市一直来全面性鼓励民众生育，也避免人口外移的问题。县政府是建议今年编列明年度预算增加生育津贴，明年把它争取到2万。那站在我们立场，我们一定会积极来争取，尤其是现在已经要编了115年度的预算。县政府承诺营养有价调整，明年度生育津贴至少提悬到2万以上，产检补助提悬到3000以上。另外第2梯敢是增加，县政府表示也会看财政收支委员会最后执行情形，看敢有经费拨落来，才来建议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